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24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86篇第1節到第10節，以西結書29章第3節到第7節，路加福音11章35節到12章的第3節。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譴責加號。耶穌基督被稱作良善的先生。耶穌來回答：你為什麼稱我做良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以外，無閣有別個良善。這是路加福音18章19節耶穌所講的話。咱若對上帝創造的記載，佇創世記第1章來看，上帝看所有受造的物件攏是好的，追求好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。咱應該講，咱所要追求的是真善美。這是基督信仰的一個本質啊！因為主耶穌基督甲咱講，我就是真理。上帝愛咱追求迄個好，迄個善。保羅甲咱講，咱都要宣認迄個美好的信仰。所以講，對到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。你都愛離開這一切都愛追求正義、敬虔、信心、疼心、耐心甲溫柔。佇信仰的比賽頂懸，愛盡力來跑走，為着家己贏着迄個永遠的活命，就是為着這個目的，你望上帝的呼召。佇這的眾人的面頭前公開宣認迄個美好的信仰，是記載佇提摩太前書第6章11節到12節。以西結先知領受着上帝的話，對埃及王講：埃及王啊，我要對着你。你親像嵌佇這個河裡的大隻蛞蚧，看起來好像親像真勇真威武的這種惡勢力。上帝甚至安尼甲以西結先知講：你講尼羅河是你的，是你做的，我要用鈎來鈎你的嘴皮。互河裡的魚來搭佇你的籃頂懸，然後要將你扭出尼羅河，連遐會搭佇你的魚嘛做伙扭出來。我要將你甲魚攏拍棄掉佇曠野，你要佇遐來死亡倒到歸途甲，無人來收埋收台。我要用你的屍體來飼肥鳥走獸。安尼所有的埃及人，恁就知影我就是上主。上主講：埃及人啊，以色列人，我靠恁的支持，其實恁只不過是一個真脆的管啊！因來用這個管啊來用，恁就斷，並且插破佇因的下尾骨，扭傷因的骹才疼。這是空有外表嗎？還是
中着迄个势力，若无要做好呢，遐个弱势的人，以色列人民看起来是无望的，却因为倚靠上帝会通来得胜。伫无同款的时代，拢有安尼诶倚靠势力欺负人的人存在，甚至也表现甲好那亲像一个大善人呐，并毋是要追求真甲善，乃是为善加好。当然都无水啊啦吼。耶稣对伫经学士甲法利赛人上严厉的批评，就是因的加好。因时常表现了真有迄种仁义道德的款式，但是内心却是满满的心机啊！因为耶稣基督安尼来批评因，迄个时阵，上千上万的人要围过做伙，甚至彼此来吞达。耶稣相对门徒讲：恁着爱提防法利赛人的假冒，迄就是因的假好。一切所稳重的事，拢会去互人来压开；秘密的事也会去互人漏泄。因为恁伫暗中所讲的话，拢伫光天化日的下面，互人听到。恁伫密房中间加耳孔的话，也会伫厝顶顶悬，甲恁宣布出来。耶稣基督用正的人做例，提醒军队正着爱提防法利赛人的假好的时阵。为了要避免对因的影响，因为基督的军队者必须爱是诚心实意的，必须爱追求迄个美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德国著名的这个神学家彭霍伊弗牧师，伊写着一首诗。中文也翻译做所有美善的力量。华文的歌词安尼写着，咱就甲大家三个分享，也最后互咱会通做伙来追求基督的美善吧。所有美善的力量，拢点点为说，奇妙安慰保守每一天。互我甲恁行过正的日子，并且甲恁踏入新的一年。就算是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，艰苦时间重担压迫咱，主啊，拯救来保守着这个惊吓的心灵。也遐为着阮准备的人的救恩。如果你甲我摕来沉重的苦杯，满满装着忧愁痛苦的苦杯，上帝啊，对你的良善慈爱圣手即马拢未摇喘，心存感谢来领受。主啊，若是你愿意，佮享受阮世上欢喜伊个日头的水，互阮会纪念过去美妙的岁月，将阮生命完全交互你。请互烛火温暖来烧，是你带互黑暗中的阮。也就是这会引带阮再相会。
明白你会光伫黑暗的照耀，寂寞深深威胁阮来离开，互阮听见迄个丰盛的声响，对周围无形的世界我来扩散。靠线，今仔日的儿女拢是要大声唱歌。副歌，所有的美善力量拢着爱食堪，无论怎样，拢着忙来安慰。暗时、早时，每一个新的一天，上帝拢将咱甲咱同在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因我困苦暂且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倚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仆人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上主，你良善欢喜赦免，你赐丰盛的慈爱，互所有求救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规日拍败我困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主啊，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来相比，因所做的也袂甲你同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拍败，因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，做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主。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，互阮会通单纯的相信，简单的得救，因为救恩是出自耶稣同价所买来，互阮白白来受你差遣，来真做阮的帮衬，互阮坚定行伫这条拯救的路顶悬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